会对到俺哥，到底在个搞乜个游戏呢？看大家暗杀嘛，在个出来出去，哎呀妹哎，很紧贴紧高诶，从当就给个用诶哦。韩国俺都个空讲呢，到底没乜个东西呢？可能我对到俺影子，往下来有个对过，韩国以3比3喊得过诶，到底马上就会通过考验呢？看下去就记录。今日我来到新竹县王山乡的华山国中，好高有安详的风景，精彩的游戏就要开始了。夏老师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先卖个关子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先来玩一个游戏哦。游戏是什么游戏呢？推手。我们先邀请2位同学出来，好不好？2位同学，谁要自愿举手？按照你呢，按2个先2张赢哦。好，来，妹妹来，小女生，还有一个小男生，对。这样子呀哈，2位同学就准备好嘞。好，来，面对面。来，面对面。手碰手，推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同学，我们要加油，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用力加油！用力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把它推倒，快点！用力，用力，快点！哇！他是赢了！夏老师，哪个也赢，男生不一样嘞？你看看嘛，这么壮，还有呢，个子不高，这都是赢的原因。当他在跟人家推的时候呢，他的重心比较低，对，还有他马步站得稳，所以就会赢了。这个呢，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了。按你研究了一颗 BC 啊，走。啲人新竹嘅王山乡啊，有點落寞嘅，什麼講佢也冇哦。其實人根本而家主講呢，不過亞健福嘅地圖到底有乜嘅秘密呢？人出來看啊！俩跳摆吼，也是上半年来改土地啦，有2甲人啦吼，咱这天吼是很阿巴老去快老去改吼，是改土地哦，快到峡谷，是那俩来会做改农啥啦吼，这峡谷哦，你大下摆一层出去哦，摆好。2辈是有好发的啦，还有人架上啦哦。大家有發現冇啊？也係已經有3股跳出來嘅木嘅呢。韓國家用是虛嘅世界啦，佢也冇用風魔奶呢，真係很強哦。又來整到先3個嘅排列法，聽錯有關係哦。亞地圖到底有乜嘅奧妙咧？一做呢個門上，以前哦，佢嘅石鼓也叫好係夾燈哦。做門，你也全部拗落石鼓，你一隻槍一段拗落去是唔會嘅。你地背石鼓哦，全部腳下夾落去夾摩擦夾你一天老街邊夾平發，就不講樣會炸哦。咱夾嘅石鼓哦，抬頭有咩上了地背好冷嘅，上了地背，應用版現係石鼓嘅現是夾落喺地背去，2、3分之。還有有到有到冇到哈，咱地背吼，來是有入石鼓子，哦，有到拗下，夾天來夾不有拗下將會黑。像啲地背來，吼石鼓吼，佢有入石鼓，有到拗個石鼓，拗人是當黑，哦，你安尼不好，是會當黑唔會流體，像啲風菜落水吼。70人年哦，唔是共用班嘅啦，有熱天是有涼啦吼，係咁樣啦。石條布嘅結構係用石頭對替多些向鋼雙貼，本貨嘅重心變大，韓國石鼓本身嘅重啊，由石鼓之間產生摩擦力，按樣嘅組合，所以佢做得經過70人年風吹雨打，還做得幾多彩嘅演員呢？哇，冇想到陆柱贤啊，盖房子的功力真引动强哎！只用钢筋水泥就做得盖房子哦。对啊，纯粹靠着一些石头，这样子把它叠起来，利用它的重量产生摩擦力，就可以维持100年呢。嘿呀，哇，真引动强。不过也有老你会搞个游戏有嘛个关系嘞？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啊。
重心高低对于我们石头屋的重要性哦。哦，新的游戏哦，同学，上高吗？准备3个杆呢，一杆要留去装盐水，还有一张纸。游戏除了要留3个杆呢，贴做一条刺线，底下呢就标一张纸。同学做的流水是由分配到3个杆的地图，看到底是哪种组合，将做的流子成功出来哟。那水大到用下坡，也还不用蛋糕啊，也还要不用糖呢。油纸票太作战开始了。到一半，还会平均，还会不容易掉。同学开始调配水量，排列组合，这个同数做困难，多单用办分配水量，指标将做的规章好好无损坏。开始噶，就开始用动作的贴法，算来哪一种才合针咯？同学就有乜个想法，演出来谈起就讲困难。因为我用了3瓶水，这2瓶一样重的，我觉得可以摆下面，然后这一瓶比较多的水摆上面，因为它重力比较大，可以那个压住下面的2个瓶子。来搓搓看。哇，失败了啦！这个问题的方式吃困难好嘞。看倒了。你是，你很会，动我，看2个。想到看到按简单的游戏，搞起来是冇按改呢。多到用办法，个呢就唔会忘停咯。这个上困难，看马上会先想出答案咯。这个重的摆上面，这样子就不容易掉下来。掉。我来一把，把重的先摆下，再第2个，再第3个，摆轻的，一拉比较不会掉。为什么你要这样摆？一个重的先摆下面，如果是轻的摆下面，比较那个没有重心，摆上面很容易掉下来。哦哟，也个同学成功了呢！原来啊，所以重心会变大，按样子唔会让大下会停住。这个困难，还有其他的同学发现冇？那你就试试看，这样子，看会不会比较不会倒。99%会倒，你不信？不相信？不信对不对？你看，没倒。也哈同学都发现到重心会变大，不过问题来了，当红的杆呢，迄个冇结重咯，那就比较困难。第一步，先拿空杆呢用到蛋糕，一出，哇，一停住就跌下来嘞，沙点出来吃困难，装水的杆呢，一猜哦，也有乜个原因呢？下杆呢个时间，那种组合就会较控制咯。第一种组合法，当红的杆呢冇会留去装水，初次的时间啦，下部的杆呢就会停停住。如果蛋糕的空杆呢跳强，重新跳高，安样啊就下不帮的。第二种组合呢，就会蛋糕的杆呢装掉的水，唔但将变较重嘞，能够重新变大，安样初次的时间啦，蛋糕的杆呢还唔会停住，也就还唔会放下来咯。了解重心的重要性，大家又开始告诉乱转了。这困难，哇，变两下班就要跟你跳起来呢。哇，同学这个很棒哦。那为什么要把多一点的放在下面？重心比较多，然后比较稳。比较稳。哦，而且啊，这是瓶子倒，第2个瓶子是倒过来的，然后第3个瓶子是正，第4个瓶子是正，最后一个瓶子又是倒过来，为什么？套的面积比较大，哪个面积比较大？就是套的接触的地方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会不会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，多快点！哇，好高！哇，成功了！哇，同学真很强哦。哦，搞表嘅美女唔係開始搞起來呢。冇好啦，跟住2片就比賽去咧。也係，就來比賽，2個人嘅杆嚟，佢慢嘅杆嚟唔可以倒退咯。
两排的头号准备好吗？好，准备开始。看两片都信心满满，要从司机台对抗，还卖你会成功呢。紧張，出擊，你到教人家貨片，是天中一樣哦。出來了，看到我有結聽的咧。不過完全都係馬干哦，就要貼到暗歌，結果係完全冇用用。成功也做，又係做到馬個結構，就咪本干呢提到暗菜咯。是啦，中馬個亞族的頭號牌嘅干呢啊，這麼的牢固都不會倒啊。因為他們很聰明，運用了我們石頭屋的科學原理。哦，你看看底下的。水量比較多，比較重，就相當於那些大石頭。然後呢，每一層呢，它都有放一些水，那就可以增加呢層跟層之間的摩擦力，所以它就不容易分開了。還有啊，先生，你看到啊，這條杆呢啊，你看，兩個頭對頭，然後尾巴對尾巴，頭又對頭，尾巴又對尾巴，那就會按你排起來。因為呢，像這樣子啊，它就可以增加它的接觸面積。那假如說是平底碰到這個罐底了，可能會滑掉。所以增加接觸面積就不容易滑掉。所以綜合了重心低，然後以及摩擦力的運用，同學就蓋出一個非常棒的寶特瓶高塔了。哇，鼓手一定會成功哦！哦，太棒了，應該給同學鼓勵鼓勵。呀哈，還有哪個遊戲做得到嘞？既然這麼困難的事情都做得到，我們當然要給我們同學更高難度的考驗。接下來採用空杆呢來學貼實條物料，唔過想貼到又高又穩，該水學學貴巴個，所以呢最按自己時間要用到該東西哦。磚全滿，後來慢慢越來越少。第一層磚滿了，第二層磚半滿了，第二層把牙。那地基要穩哦。對啊，我們5個都同意地基要穩。對啊，你終於同意100個哎，你排那麼小，還可以排高一點。上面的要那個，上面也要一點點水吧。每一層16個。8乘8，8乘8，6個，8乘8，4乘4，8×8，4乘4啊，4乘4，1乘4，4還是4乘4啊？你們好嗎？44，22啊，44啊，太大了吧，44，如果3乘44就可以啊。那43，5354啊。哇，同學哋強健哦，頭都年都昂起嚟，現在困難對面嘅同學用板做好咧。說這樣子，對，金字塔，下面你是說這樣子，對啊，變成疊高，這個是不用滾的，最頂就倒，最頂就倒啊，好啊，不能倒。可是你這地基的話，你要用長的，你要用一直線哦。4個，就66。66的舉手。66那是輸我們啊。66啊，因為通過，那個還要滾啊。一下就結天好咧，看起來大家都有用嘅想法喎。演做好結天，也就夾夾圖書做了，再個困難可以做下進圖了。就5354啊。怎樣5354？你第一層要3，第二層4。5353啊。那個22沒？哎，4343。43啊。看你個頭腦呢，再個降下去做全部的啦，嚇腳條的啊！裝水。在考慮43還是7啊？這樣靠可以排高。中空嗎？不要中空，第一層全滿，不要中空啊，真的不要中空。全滿比較穩。我才不要中空。中空。真嘅都講唔開水咧。好涼哦，上面不能太重。
下泉嘛，填满比较就2、3个用水。嘿，也还可以了，也做同学的数据是多下个。不过，佢条虽然按认真，其实啊，我看佢条咩以后够啦。也嘅时间，讲唔会说嘅做啊，没跳出新的咯。像刚刚那一样，现在这一排要怎么排呢？圆形呢？圆形看比较好排呀。对啊，圆形啊，那这样可以是摆风，是摆风。那中间呢？中间怎么办？中间伸手。哇，以后哦，看起来动有信心咩？哇！哇，很惨哦！张开始听，竟然还有出方向枪嘞，电到去搞表盖住，已经对到T四层了呢。这边太多嘛，这边上面不够就把这一排拿掉，然后弄上去啊。加油！那中间你再研究一下摆另外。哇，你条排到很高哦！你会用哪个红番啊？就是那个养乐多两个中间叠一个，然后以此类推，上面就是一样。哦，亚平框黑三角形呢？哎，你们下面这一层没有装满哎，为什么不装满水呢？因为其实那个一半的水就已经够那个重力，因为其实如果装满的话，也重力没有差很多。来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哇，有6层哎！思锦姐姐，然后你就够哦。最高纪录是13层哦，是你们的2倍高哦。你就够吃宽嘞，可以你就做嘞排到更高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！嘿嘿，已经T6层了，就叫他上忙到诶，看出来跳结果。哇，你看T4层了，不过做对亚嘅时间啦，讲唔好说嘅做，依然没脚上来呢。哎，快不下，我手还抖，我手还抖。哪一个排上去？第一个来，好，不要用了。做好了，想唔到啊！前面才开始做嘅人，居然没做得跳到4层暗过诶。先生，2边嘅同學做嘅成品就做好诶，還有哦，佢條做到清高。哈，他们的功夫真是了得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做好的这个鹅卵石屋呢，必须啊要能够抗台风、挡地震啊。啊呢，就來看一下下邊嘅同學做嘅用诶。他们呢这边的墙壁很平啊，所以呢看起来很像鹅卵石的那个墙。那而且啊，它底下呢都装满了水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。我判断啊，他们一定可以挡得住。可以去就懂那用哦。啊呢，下邊嘅同學咧？他们有一个很棒的设计哈，就是底下是一个圆的，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圆锥状。那这个从各方向来的力量都挡得住，但是呢，它上方的这个结构呢比较松散，我猜呀、恐怕是不堪一击喽。真奇呢，不用到动作哦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它大台风、大地震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同學們，我們要來大地震哦！也好嘅比賽了，因為兩喙都跳到T4層，味道會看準那片下穩，兩喙都會用手奶奶互相攻對方嘅高塔，奶做嘅乾呢存下多，該做嘅馬人樣了。同學，睇下嘅武器準備好了沒？比賽才開始了，看兩邊隊都差唔多高，都大基本已係馬人嘅樣咯，該就用手奶奶來證明咯。瞄準！發射！哇，金字塔型嘅高塔雖然不能達到動多擺，不過也幾多彩彩嘅。圓形嘅高塔是當危險了。哇，圓形嘅高塔兩下扮做方體咧，結果出來了呢，金字塔做成功了哦。想唔到啊，兩邊差到很多，一邊幫到馬奶路嘿，一邊晒下坐到穩穩哦。
来的是圆筒状的啊，为什么还会失败嘞？可怜的孩子，你倒得满地都是，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没有放很多水。哦呀，就会野赢哦。对呀，老人家的智慧呢，就是大石头、重石头要放在底下，那就算到上面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把它塞紧啊，那这样子才不会说风一吹就倒满地了，是不是呀？你啊？嘅同學失敗嘅原因就會因為重量無啦。对呀，我们看看那一组，呀，你嘅同學这么坚固。完好無缺呢。对呀，所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我想是百年、千年都不用担忧了。總結到水，讓我們喺嗰年期到猜測嘅關鍵咯。所以呢，從到盤嗰年嘅時節，我產生啲機，盤嗰年啲得起住掹下來。係個嗰年期都要裝水啊，但是會變下粗。阿娘，所以呢，從到嗰年嘅時節，產生嘅實力氣，是會比重量嘅抗力機還那些。阿娘啊，嗰年做還唔會掹下來，電到床到換換咯。見本日啦，人頭頭白嘅鵝卵沙湖地圖，看到老祖古係用萬頭當困難嘅環境地圖，利用沙湖本身嘅特色流出，佢嘅唔驚風吹雨度嘅祖古嘅物嘅。韓國見本日嘅遊戲，每本同學體驗到中心帶，流摩擦啲嘅原理。第二條係神奇嘅科學遊戲地圖啊，人學到動作嘅生活知識。我希望同學都哋對見本日嘅煩惱嚟使用地圖。開始南拜對科學有下那層一層嘅興趣哦。歡